你若来遮认粮啦，做忝了有咖啡摊。啊，过头顶头饭哪食？哦，赞哦！饭人食的哦，阮全部拢有机的。哦，全部拢有机的哦。哦，饭人食的哦，感恩哦。阮所有的，阮餐厅所有开餐厅所有用的迄个主材吼，迄个食品全部拢有机。赞！哦，泰康有机农场。伊这毋是有机，毋是啊？迄个土地讲几冬无野药啊，等会当做有机的。对。啊，这个专区已经成立已经第8年啊，第8年。哦。啊，他拢无种。因为这地无，这地是市民农园，啊后壁你甲看，迄就是农民的。哦，农民。你甲看，迄无？拢有机的。嘿，拢有机的。啊，阮全部吼，阮这个泰康有机专区全部总共50几家。哇，50几家。嘿。嘿啊，你来看，甲高铁卡。哦，高铁卡。哎呀，过过工业区有一扎啦。敢袂污染啊？啥的？你若讲水的污染是不至于啦，但是空气加减啦。空气哦。因为迄边遐有一个烟筒。哦，遐一支烟筒，遮看会到。哦，对。遐看会到烟筒。啊，你爱看风势。哦，风势爱看风势。安尼讲。哦，赞。你若北风落，你免烦恼啦。是啊。啊嘛袂。较袂吹位遮来啦，北风就较袂吹。北风就较袂吹，啊你若透南风也是东风，东风就较会。东风吼，若吹东风就较会，咱遮较会着。啊，若南风还佫还好，南风因为南风吹14风。啊，你若经济拢伫你内底遐呢？对。无，我拢伫遮，这地我即马是我咧顾。哦，那遮骨力就好咯。这地顾遐大地。好，就感恩。啊，我就因为我就做农的关系，所以我拢5点外落来啊。我下班虽然是5点下班，不过我拢换来伫遮，甲日头落山无歹路，我才有回。哦，遮骨力，都用心投入的。啊，我台北人啊。哈，台北人来到遮遮骨力咯。哦，台北人佫会当来到遮遮骨力。我都4年前搬落来，啊，伫咧屏东遐住4年，啊，今年才来。你早捌做过呢，啊无？啊，做少年做甲啦。哦，赞啊，用。比较充实啊。够用的。嘿。因为阮太太我的师傅啦，我甲阮太太结婚了才有做咯。哦。做农实在无简单的，你买机械哦。嘿啊，阮太太伊是做囡仔就做农啊。哦。对阮丈人啊，伫咧板桥迄港仔水迄带啊，遐拢做农的，啊，所以阮丈人啊，较早就田桥啊，啊，毋过。